中華民國健康促進推廣協會結合在地資源，成立台市北區定邦樂齡學習中心以後所推動的課程，無論是動態或者是靜態，除了打造多元趣味加個人友善的環境，讓長輩願意加入社區持續學習，拓展人際互動，更要緊就是活躍老化，享受充實快樂的樂齡生活。阮遮含90幾位，伊就來參加，對着人講，莫當厝咧看電視啦，來遮會當運動，交朋友，過後安尼，大家唱歌非常的好啊，所以辦這個樂齡學習中心，這是非常的好。定邦樂齡學習中心對今年3月營運以來，持續好康到小報，到下一步嘛佇教育部中心教育司、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、甲市府教育局以及北區公所等單位的關心，正式甲牌啟用，場面熱鬧滾滾。3、2、北區同心樂活人生。我們成立樂齡學習中心，我們的課程其實蠻多元的。那有運動啊，有手作啊，然後有音樂啊，有中醫啊，或者醫療啊，甚至營養就多方面的。那我們主要還是希望說，就是這邊的長輩我們主打就是要一個活到老學到老這樣。其實北區已經進到了超高齡化的一個情況，所以在這個樂齡學習中心，除了振興社區發展協會之外，接下來也在我們的永祥里活動中心去做籌辦，讓做優先區的一個部分。那也希望說，透過這樣的課程的一個距離，讓長輩可以就近來就學，然後也可以讓他在更近的地方學習到多元化的一個職能。面對超高齡挑戰，地方不只需要社區關懷據點，嘛需要樂齡學習中心推出適合長輩課程，特別是自行過程，女性也是佔多數，所以要鼓勵男性長輩參與，成為一大要務。到的困境就是我們男性的參與率就是偏低一點，就是會發現呢，女生的參與人數很高，然後也會希望這些女生學員呢，可以帶自己的另外一半一起來參與課程。那之前也有提到，有一些男性學員他有講說他會打八段錦，那也會希望透過八段錦的課程開設來招收更多的男性學員。相信在政府加民間協力，定邦樂齡學習中心將依照社區的特性加校園的需求，發展多元特色課程，讓愈來愈多長輩願意參與，活到老學到老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